今日香港一日得16間鋪頭，一定容易過開16間。2025年四大核心區中環、尖沙咀、旺角、銅鑼灣錄得897間吉鋪，空置率12.1%，創4年半新高。其中旺角空置率最嚴重，有334間吉鋪啊！基本上而家吉鋪嘅數目可能日日新鮮日日金。吉鋪最大原因就係走咗班高消費群啊，嗰班有錢嗰啲有錢啊，移咗民幾十萬移咗民嗰啲有錢人啊，班中產啊高消費群走咗咪咁多吉鋪咯。香港旅遊業都冇復甦咁滯啊，嗰啲惡到嚟都係窮流多嘅，唔使錢嘅，唔係瞓麥當勞即日就係即日來回。其實啲人不想消費一向都有啊，幾十年啊，唔見以前不想消費，又係搞到全香港咁多鋪頭執笠。最大原因一定係冇咗班有錢人中產消費噶。香港政府開頭見移民嗰班帶走咗幾十億走咗，佢就諗住吸引專才計劃，帶嗰班大陸嗰啲專才來香港買樓啊嘛。真係幾精，我都真係諗杯竹葉青啊！人哋像嗰啲專才啊，個角度嚟香港啊，攞咗專才計劃通吉打工之後呢，好似話翻上去，繼續翻上去上高羅湖住啊嘛，日頭就翻嚟開工，夜晚就翻上去消費啊嘛。我仲見到班專才啊，仲響小紅書教啲同胞嚟香港打工又好啊，租屋都係翻去羅湖噶。嗰啲店主啊，我估佢都唔會長期丟空啊，係減多定減少嘅問題啫。